师母。大力呀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师母啊，我现在很想念母亲，上师他还是不给我传法的。如果把房子修完后给我传法，我当然要留下来的。但是房子修完后，不仅不传法给我，反而批评我，拿手杖还打我。现在我想回家去了，祝上师和师母佛体安康吧。大力，我想办法帮你求法。上师的大弟子额敦曲多大师很优秀，也很能教授，这样你到他身边去，我给你想个求法的办法啊！来，哎，好的，师母。走。走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尊敬的上师。上师。
再来一点。哎。你把这些供养给俄巴上师的时候，装成是马尔巴师傅托你带的。好的，师母。快去吧，快去吧。